2024年才拄开始，也毋过今年已经注定讲会是变化充满变化的一年。而且呢，因为即马这俄乌战争、以哈战争也战袂煞，加上伫今年全世界有76个国家会进行领导人也是国会改选，内底嘛包括咱台湾，也有美国、印度、俄罗斯甲后面27个国家，影响的全世界是超过一半以上的人口。因若尾啊，这选举结果嘛影响世界局势。 2024因讲是选举一年，全球70来国家咧大选。真济选举当中，美国除了国会的中心洗牌，三人是新总统，阁受到全球的注目。毋过拜登已经81岁，一直互人质疑是毋是用做总统的工作。即马国审判单去调查，互形象受损。因为川普过去任内捌讲到中国对美国的危害，也讲要退出北约，那中回执政会影响全球局势。目前民主党推动真济项政策，可能出现真大变化，包含新气能源、接纳移民对乌克兰军援。 俄乌战争特别进入第3年，俄罗斯甲乌克兰拢原定今年举行总统选举，不过乌克兰依然伫个戒严状态，国家是毋是要伫个战争时期大选是差袂煞。俄罗斯总统普京是确定要争取伊个第5个任期。 Може тоді в сім'ї європейських країн зможемо швидше закінчити війну і прибити цю гниду Московію. 今年6月，超过4亿欧洲公民要投票决定欧洲议会未来。虽然去年17月，欧盟同意启动乌克兰入盟谈判，最近极有势力伫欧洲拓开反移民、反乌甲反六年的声音一直出来。专家估算，继续派有机会在议会700席当中，将近180席，恐将影响对乌克兰政策。 在亚洲地区，世界人口上济国家印度也要举行总理大选，已经执政10年的现任总统莫迪，甲所属的印度人民党支持度上悬，上可能得到胜利。不过，莫迪执政期间一直打压司法体系甲媒体，大动作提悬印度教的地位，互境内穆斯林受迫害。最近，有141个反对派议员遭到停职，反对党就讲，这举动是莫迪对民主的考试。 आपने सिर्फ 150 लोगों का अपमान नहीं किया, आपने हिंदुस्तान की 60% जनता का मुंह बंद किया है। 也过印尼国防部长甲配合36岁总统大汉后生投入总统选战，美方表示国有希望有第一位女总统。委内瑞拉希望拜托美国制裁是不是应提关政权温润反对派参选，也受注目。因讲保守派声势大浪，有希望出现政党问题。2024选举之年，政治局势变动多，各国民主备受考验。公司新闻neugan编译。